在收看的是澳亚卫视中文台。接下来请收看《澳门万象》。澳门万象由華發股份獨家特約播出。歡迎各位關注週末版澳門萬象，我係劉宗志啊，一齊嚟關注下有關於博彩嘅話題啦。咁今日一齊嚟繼續鎖定有關於永利捐款風波嘅後續事件啦。永利公司就開除咗持有20%股份嘅日本彈珠大亨嘅岡田和生嘅董事職務啊，並且係反指岡田和生亦都係違反咗美國嘅反貪法啦，向菲律賓嘅有關於部門咧係支付現金同埋係賄贈11萬美元嘅。永利澳門去年5月向澳門大學發展基金會捐贈2500萬美元，並且承諾從2012年到2022年將會每年額外再多捐1000萬美元，但遭到持有永利20%股權的日本彈珠機大亨岡田和生喊停，認為有關的捐贈並不適當，入稟要求永利澳門披露捐款資料，導致美國證券交易所向永利澳門展開非正式調查。事件曝光1星期之後，永利度假村股東內訌再度升級，董事局要求股東之一的岡田和生辭任董事職務，又建議罷免他在永利澳門的非執行董事職務，要求贖回他手上20%的永利股權。永利度假村指出，發現岡田和生涉嫌違反美國反貪污法以及嚴重罔顧公司行為守則的不恰當活動共超過36次，包括向海外博彩監管機構支付現金及作出饋贈，合同11萬美元。目前永利已經向華達區法院起訴岡田和生違反誠信義務及相關罪成，而至於公司的股價不跌反升，截至截稿時間為止，最新的升幅超過3%，報20.95元。歡迎今日請到演播室嘅嘉賓係澳門時事評論員蘇文欣老師啊，歡迎蘇老師啊，繼續嚟關心相關事件嘅後續啦。咁啊，其實開始就係源於呢個岡田和生係指控永利咧向澳門大學捐款啦。咁而家相關嘅公司亦都罷免咗佢嘅董事職務，並且係反指佢咧亦都係有一個叫做係即係違反咗反貪法啦嚇，向海外嘅博彩機構係支付現金同埋饋贈。咁頭先片段當中描述得係好清楚啦。咁從呢個事件當中亦都係睇出其實公司嘅股東之間係出現咗一啲嘅問題㗎啦嚇。咁呢個好明顯㗎啦，即係其實呢件事之前都喺唔同嘅報章裏邊咧都有提及到咧，即係之間係有一啲嘅所謂唔咬牙嘅嘢啦。咁大家係有一啲嘅問題。咁當然表面化嘅就係因為咧永利就捐咗即係一啲錢俾呢一個嘅澳門大學。咁當佢捐呢個時候咧，咁岡田亦都提及到就係佢想睇所謂查數。咁喺呢啲裏邊，當你一講到查數嘅，一定係非常大問題啦。咁呢邊另外亦都係反控翻佢。咁所以呢個拗撬係呢啲啊，所以喺一啲嘅公司裏邊好多時都會出現，尤其是涉及到利益。咁而呢個利益裏邊亦都包括咗咧，因為係講緊澳門自己嘅呢個子公司，然後到母公司就係喺翻永利最大嘅母公司喺上邊咁。咁而呢一個嘅岡田本身佢亦都係冇母公司。佢哋嘅上邊，即係所謂母公司嘅董事，就佢嗰個直接控制咧，係通過母公司，就而唔係咧，係佢自己喺永利澳門呢度咧，係有個所謂直接控制。咁所以變咗係唔係即係可以查數等等咧？呢個係較為複雜嘅問題，而最重要咧，亦都係翻嚟。我對澳門嚟講就話，咦，原來捐咗咁大筆錢啊！咁澳門大學點樣用呢筆錢啊？咁而澳門大學呢邊就冇好清楚咁講到出嚟咧，呢筆錢會點用？因為咧，只係知道咧，呢筆錢係會喺即係未來嗰10年裏邊慢慢咁樣拎出去俾佢哋用嘅咁。其實睇翻嗰個持有股份嘅比例嚟講，岡田和生都係算係相對比較大嘅股東咧，因為成2成嘅股份咁多㗎嚇。咁從呢個事件當中睇得出，其實佢哋之間嗰個矛盾係升級咗，先至會被公司嚟罷免啦嚇。咁當然後尾相關股份都有聲稱有所贖回俾佢嘅嚇。咁當然啦，因為佢控制到20%，其實唔細㗎啦。咁所以係要用一個好大嘅嗰筆好大筆錢去買翻佢嗰個股權。不過當然啦，亦都係對方肯買。咁而家咧，似乎咧呢一方面係佢哋做到嘅，就可以買得翻個股權。然後咧，即係佢話講咧，永利就控制翻即係成呢一件事咁。但係澳門喺呢一方面嚟講咧，我哋博監咧亦都係已經係同咗永利呢邊傾咗，你要俾詳細啲資料。
因為呢個會唔會影響到澳門喺即係澳門永利嘅運作咧？咁當然呢個可能亦都有可能完全冇影響，所以咧喺博監呢方面咧就要攞詳細啲嘅資料咧，然後先可以有一個嘅清楚了解件事情係點。喺上年亦都有另外一間博彩公司出現過即係該公司嘅股東啦指控呢個大東家咁樣嘅事件出現喺另外一間微資公司啦。咁其實喺類似博彩公司嘅事件發生咗之後，都會引起大家唔少關注㗎嚇。咁其實喺政府相關部門嚟講，關注嘅程度都唔會細咧，同埋會睇下嗰個事態嘅發展趨勢，同埋會係要求提交相關嘅資料啦，同埋交代事件嘅嚇。係呢個就係我哋博監嗰個最大嘅功能。即係澳門嚟講，博監處就係要去監察同埋監督住咧，喺我哋澳門運作嘅公司咧，係要有正常同埋規範嘅運作。咁尤其是當你公司裏邊有一啲嘅即係內部嘅矛盾出現嘅時候，然後亦令到咧嗰個嘅整個股東或者係成個嘅結構會出現問題咧，係對我哋有法例係監管住嘅，所以佢哋做呢啲任何嘅內部，尤其是即係某程度都涉及到私人嘅時候咧，更加咧係要睇清楚。咁佢話講咧，呢個係博監佢要做嘅工作。咁亦都因為博監點解咁緊張咧？原因就係話我睇翻轉頭最重要嘅，我單係講錢。我哋嘅稅收係全靠博監嘅。如果你博監一混亂，我哋全靠呢個博彩嘅。如果博監監察得唔清楚咧，嗰啲稅就會亂晒龍㗎咯，甚至乎會出現咗好多嘅不規則嘅問題。所以咧喺呢方面，我哋係即係嗰個權力俾咗博監係管得好嚴，然後咧最重要嘅最初開放呢一個嘅條約，即係開放呢一個嘅賭權嘅時候咧，呢啲公司係簽得好詳細嗰個合約，就係佢係要受監管嘅。咁呢件事都引起咗唔少關注嘅目光嚇，咁所以大家都有關心，就話永利未來嗰個運營方面會唔會受到事件相關一定程度嘅影響咁樣？咁就呢個正博監處最關心就係呢個地方啦，因為你轉咗個董事，可能有呢啲董事嘅權力啊等等，再一次嘅分配，甚至乎就係話嗰個嘅成個董事嘅結構咧係會有改變。當董事結構改變嘅時候咧，係一定會影響澳門嘅。而博監咧係好清楚，因為我哋有法例規定嘅。譬如話，你成個董事局裏邊，假設澳門嘅呢個董事局裏邊冇咗澳門人咧，嗱呢個咧我哋係唔可以嘅，我哋一定要有嘅。咁所以喺呢方面裏邊嚟講咧，就係要睇翻究竟嗰個變化會係點咧。而家我哋未有進一步資料，我哋都知道咧，博監咧係向緊永利度咧係攞呢個資料翻嚟嘅。其實而家好多公司咧，或者係非博彩企業嚇，都會有個公司結構嘅形式，就係股東啊或者董事會咁樣嘅組成部分嚇。咁呢啲事件即係俾我哋一個感覺，甚至警示咧，就係話點樣避免類似嘅股東之間嘅爭拗，影響到企業嘅發展。其實相關部門或者係相關法律，亦都係有呢一部分嘅內容嘅嚇。兩方面睇，首先即係我哋本身澳門自己嘅法例亦都有即係所謂監管或者監控住咧唔同嘅企業，尤其是咧係啲嘅即係而家我哋講緊譬如博企嗰啲咁大嘅企業，因為呢啲企業裏邊咧係佢一喐咧可能會影響到我哋澳門好大嘅，所以我哋基本上有法例係睇住咧呢啲董事局佢哋嘅運作、佢哋嘅做嘢嘅方法等等，包括咗咧佢哋一定係要交啲數俾翻政府啊等等咁。咁而另一方面嚟講咧，即係我哋睇到喺企業裏邊咧，好多時呢一種嘅所謂拗撬咧，係因為嗰個利益問題，然後會產生呢啲好，我哋唔可以講係不必要嘅，產生到咧董事同董事之間嗰個嘅拗撬。咁我相信呢個咧就係一個我哋局外人咧就冇得處理嘅原因咧，就係話因為係唔同嘅董事或者唔同嘅裏邊嘅集團嘅利益，譬如話大家嗰個發展嘅方向唔同。咁唯有一個方法咧，就係用投票形式嘅啫。咁你嘅股份最大嘅，即係話你控制嘅票最多咧，你就話事，一定係咁噶啦。咁但係你嘅股份唔係太細嘅時候，你有一個影響力嘅話咧，呢個就係嗰個所謂權力鬥爭嘅出現。咁權力鬥爭如果係喺個法律範圍裏邊容許嘅，我哋更加冇得去即係話點樣去俾意見添。但係一掂到我哋法律嘅時候咧，政府個監管就係即刻會出現。咁呢個咧就係點解我哋一定有完善法規？呢個就係我哋揸住呢一句説話裏邊，其實就係我哋唔想見到，尤其是呢一類嘅大公司嗰個變動咧，影響到我哋澳門嘅經濟，然後咧成個社會咧有所震盪。
正所謂牽一發動全身啦嚇，咁其實一個公司嘅穩定，亦都係會直接影響到佢嘅運作啦，同埋甚至乎經營方面收入之外，亦都係包括佢嗰個股份啊嘅運作方面，其實都會受到一啲嘅影響，尤其喺股價嘅表現上啦嚇。冇錯啦，呢個正正就係因為你一個拗撬嘅時候咧，你嘅股價一定受影響嘅。你喺受影響嘅時候，其實任何一個股東佢嘅身家一定會跌㗎嘛，所以其實亦都係其他股東大家互相去制衡翻，令到咧嗰個股價係喺翻度，即係話咧你嘅身家咧係唔會減少。所以其實呢個係一個好複雜裏邊嘅經濟利益之間所引起嘅一啲嘅鬥爭嘅時候咧，呢個係一般我哋睇到咧，其實所有呢一類嘅公司咧一定有嘅。股份即係用股份嘅公司裏邊咧，呢一種係公開添，仲要更加明顯啊！呢啲嘅所謂係股東之間嗰個嘅角力咧，全世界所有公司一模一樣嘅，澳門冇例外到嘅。其實喺股價上面反應就會比較明顯啲嚇，即係會影響到公眾對佢嘅信譽度同埋信心方面有個體現出嚟嘅。表現到，因為呢個數字正正就係我哋睇到啊嘛。其實好多我哋佢哋裏邊鬥爭我哋唔知啊，但係喺個股價裏邊升升降降嘅時候，我哋知道原來咧係影響緊，即係點樣影響法例。如果跌得太多嘅，大家知道影響大咯咁。係啦，咁相關事件稍後翻嚟繼續關注同探討啊，稍後翻嚟繼續關心。這裡棲息着一切的自然和美好，我們守護着一個源遠流長的傳統。投入，體味，傳承一種生活的文化。它的名字叫莊園，華發生態莊園。關注全球熱點，始終站在新聞最前線，堅守獨立觀點，不斷搜尋新聞背後的新聞。每天晚上8點，敬請關注澳亞新聞。国内外最新动态。两岸4地热点报道。社会万象，财经脉动。每天30分钟午间报道，带您浏览全球视野。从台湾观点带你深入了解台湾，探索大街小巷的台湾民俗风情，掌握最火热的台湾经济动脉。敬请锁定《走进台湾》。探索澳门，包罗万象，解读施政，直击民生，关注新鲜事，为小市民发声。独到风格，开拓您的视野，争锋对话，焦点事件，尽在澳门万象。而今天节目有哪些精彩内容？带你来2012年好的清新早茶。今天节目中有哪些精彩的内容呢？国际视野。生活资讯、娱乐焦点，每天早晨7点到7点半，清新早茶陪您迎接崭新的每一天。回溯历史瞬间，揭开尘封档案。穿越时空迷雾，探究未解之谜。澳亚卫视重磅推出《大历史一角》，带您一同解密那些鲜为人知的岁月傳奇。廣告之後，繼續鎖定澳門萬象，我係劉宗志啊，繼續嚟關心週末版嘅博彩議題啦嚇，一齊嚟鎖定下永利捐款風波嘅後續事件啦。起因係因為呢個日本嘅股東啊，叫岡田和生啊，因為向澳門大學捐款被拒絕咧，就向美國有關方面起訴永利公司。咁美國嘅證券交易所亦都係非正式調查永利啊。
咁隨後咧，該公司就罷免咗岡田和生嘅呢個董事職務啦嚇。咁啊，岡田都持有2成嘅股份嘅，並且係反指岡田咧，亦都向海外博彩機構支付現金同埋係呢個有違規嘅操作啦。咁相關事件備受關注嘅。咁啊，岡田和生咧其實都係同永利嘅呢個Stephen 咧係相識咗10幾年啦。咁究竟咩原因引起咗兩人嘅決裂咧？一齊關注。2010年6月，永利主席史蒂芬高喊永利是家中国公司。不过，这家在地化的公司却成为史蒂芬和10年伙伴永利母公司大股东冈田和生决裂的导火线。69岁的冈田和生拥有日本最大的弹珠机和老虎机公司。2002年，他在事业最鼎盛时期，曾经名列日本富豪榜第8名。目前是美国永利度假村的董事，也是旗下子公司永利澳门的非执行董事。冈田和美国拉斯维加斯之父史蒂芬永利相识10多年。2000年到2002年，冈田向永利注资，让永利上市，也成为公司的大股东。2006年，永利澳门开幕，主打豪客业务，高收益成为集团的金鸡母。丰厚的派息也对冈田的事业贡献良多，让冈田对永利澳门更加关注。2011年5月中，美国永利的子公司永利澳门向澳门大学承诺捐款2500万美元。从2012年到2022年，每年还会额外多捐赠1000万美元，累计共1.35亿美元的高额捐款。大股东冈田要求查账被拒，入禀美国法院，导致美国证交所非正式调查美国永利。这让冈田和史蒂芬担任主席的美国永利反目，美国永利也请来前美国 FBI 局长调查冈田的一举一动，向美国内华达区法院提出诉讼，指出冈田涉及贪污，更要罢免他永利董事的职务。为了买回冈田手上的股份，永利更不惜以低于市场7折的价格发行10年期的19亿美元承兑票据，要让冈田没有股票，身家也大缩水。两位10年伙伴为了股权争斗，傷了錢也傷了感情。其實永利嘅 Stephen 咧，亦都係福布斯排行榜係榜上有名㗎嚇。咁睇翻佢嘅身家啦，福布斯全球1210名億萬富翁嘅排行榜 ，Stephen 永利嘅身家亦都係增加嘅喎，從2010年嘅16億美元咧係增加到2011年嘅23億美元啊。咁排名亦都係從第616位啦，上升到第512位嘅。其實上到個榜都已經係億萬富翁啦嚇。咁佢其實同嗰個日本嘅彈珠大王岡田和生都係識咗好多年嚇。咁而家即係等於係股東之間有啲問題啦嚇。冇錯，呢個係好明顯股東之間嗰個嘅拗撬啦。當然亦都牽涉到有個利益嘅問題。咁所以大家互相指控呢一方面，而家就即係各有各去調查啦。咁美國亦都係介入咗，係去睇下呢件事。咁澳門嘅更加咧係要呢個永利呢邊咧係交一啲嘅資料出嚟。咁所以你睇到我哋頭先一路傾呢個問題，好明顯嘅喺嗰個嘅做生意裏邊嘅呢個經濟利益之間，大家嗰個嘅有少少唔合拍嘅時候咧，嗱就會出現咗呢啲嘅拗撬。當然個拗撬裏邊好似呢一方面就係做一啲違規嘅，呢一方面咧就係我捐咗啲錢，你又唔俾我知咁等等啊。嗱，其實做生意我哋睇到永利係過往咧喺澳門嘅做生意手法啦，佢都係好用翻呢一個好相似嘅手法。今次就捐錢俾呢一個澳大啦，過往咧一樣係買啲好靚嘅、好特別嘅，或者即係幾乎係我哋中國嘅國寶級嘅一啲嘅禮物俾翻中國，甚至乎都喺呢個嘅博物館咁。嗱，其實呢一種嘅手法裏邊嚟講咧，唔係永利創，其實好多地方都係咁樣做。咁所以喺呢一種嘅做法裏邊，係令到佢嘅生意更加咧係方便，即係潤滑到佢。咁而岡田呢邊佢同菲律賓嗰度做，係咪究竟係不規則咧？我哋而家唔知啦。咁而基本上，其實大家之間我哋睇到咧，好明顯嘅有一啲就係大家發展方向咧係略有唔同。咁變咗咧喺呢度咧嗰個拗撬出嚟，然後咧就用好表面嘅拗數啊等等嗰個嘅成為咗個導火線。咁所以股東之間佢哋嘅一個矛盾肯定同利益有關啦，係嘛？所以永利公司亦都係指出岡田和生係該公司唯一拒絕簽署行為守則，並且有呢一個叫做係違反咗美國反貪法規定嘅董事，因為涉及到向菲律賓嘅有關嘅部門捐款啦，同埋係支付現金嘅不規則行為啊，佢哋稱為。其實一般嘅董事咧喺呢啲公司裏邊咧，即係佢哋根本已經係
可能特別啲係一定要簽得咁清楚啦。其實好多公司裏邊咧，大家呢個嘅係一個不成文嘅規則嚟嘅，即係大家都唔應該做呢樣。佢當然喺美國嚟講，好強調嘅就係要簽，咁亦都係好嘅。你簽咗變咗有一個承諾喺後邊，咁有個承諾咧令到你即係有個警戒，你唔會亂做嘢啦咁。咁但係問題在佢亦都而家將佢爆咗出嚟，就話佢係冇簽，即係唔肯簽呢一樣嘅咁。咁就係我哋即係不禁調翻轉問嗰句啫嘛。哇！佢做咗一段時間㗎，佢都冇簽，你就俾佢做咁，即係變咗其實係即係可以難聽啲講就係一到爆，即係大家拗撬嘅時候反目嘅時候，咁咪爆晒呢嘢出嚟咯咁。即係佢哋講，你睇下佢以前一路做緊，點解我哋又冇聽見講呢樣嘢嘅咧咁？其實出咗事先爆煲先講嚇。冇錯啦。咁其實睇翻佢嗰個股份之前持有20%股份係嗰個比例比較高嚇，亦都係因為當時佢江田入咗股，令到永利係上市係比較有個多咗個嗰個助推手，等於係。呢個好明顯嘅啦，因為佢係用借住日本嘅彈珠大王呢一個咁嘅名，亦都係即係賭博嘅即係博彩之一嘅遊戲嚟㗎啦。咁嘅即係侵咗股內，當然永利係越升啦，再加上永利喺澳門嘅發展係非常理想。咁而家喺望緊嘅喺氹仔呢邊，亦都會有另外新嘅發展出現。咁所以其實個股市係好難唔上嘅，因為佢嘅生意唔係跌緊啊嘛。咁當然喺拉斯維加斯嘅生意比對上嗰個即係升嘅率係冇喺澳門咁高。我哋再嚟持續關注下相關事件。其實即係好多人都關心緊，究竟後續咧會有咩動態嚇？睇翻江田和生或者係同 Stephen 之間嗰個問題，甚至同永利公司之間嘅運作，會唔會帶嚟邊啲嘅負面影響，甚至角力咁樣嘅？嗱，呢個更加要留意啦。咁當然而家就喺個法律裏邊，大家即係因為呢啲唔會係唔用法律㗎，大家都會用法律個方法咧去解決個問題，即係將嗰個拗嗰樣嘢咧，可唔可以係平民啲？但係睇翻轉頭嘅，即係始終對澳門嚟講最大影響嘅就係話喺個民間裏面就一定會問呢個問題，捐咗咁大筆錢俾澳門大學，咁而澳門大學咧會點用呢啲錢咧？咁呢個咧係等緊澳門大學答。咁當然澳大呢邊嘅答法就話，即係應該講嘅就講，唔應該嘅咧佢哋係唔會講字嘅。咁即係話咧係會等於冇講啦，即係慢慢地先會講，同埋可能唔係呢段時間咧係講出去，只不過咧就係話呢筆錢咧捐咗出嚟咧，即係一個嘅幫到學校嘅發展。咁我相信好肯定嘅。咁而呢個捐錢亦都係好清楚咧，幫到成個澳門嘅教育咧係有個幫助。咁但係當然係唔係會牽涉到不規則咧？咁我而家睇落，即係從表面睇嘅資料裏邊，政府亦都冇話俾我哋聽呢個係不規則嘅。咁因為任何慈善家、任何私人捐錢，嗰個捐嘅錢係合法嘅話咧，呢個唔會構成任何問題。喺澳門呢個角度嚟講，咁但係中間有冇其他嘢咧？咁我哋而家就唔喺呢度討論到，因為咧我哋係冇呢個資料嘅。係冇錯啦，咁永利澳門係之前就承諾啦嚇，咁從2012年開始10年之間，每一年咧向澳門大學捐款1000萬美元啊，咁大概合共大概1.35億美元左右嘅。當然有部分嗰個捐款已經係承諾支付咗㗎啦嚇。咁對於呢個捐款究竟點樣嚟到善用，或者係公佈明細方面又會點呢？澳門大學嘅校長接受採訪嘅時候表示呢，該公佈嘅就會公佈。去年5月，澳門大學發展基金會接受了永利澳門2500萬美元的捐贈。此事不僅成為永利股東內訌的導火線，也將澳門大學推到了風口浪尖。這筆巨額捐款的詳細用途成為了大眾關注的焦點。對於記者問及會否公開捐贈款項的使用明細，澳門大學校長趙偉表示，只公布該公布的。其中主要一部分呢是用於關於在經濟和管理、科學研究和服務方面的發展。所以我們將是按照我們基金會的規程來操作，該公布就應該公布，不該公布那我們就不公布。永利澳門之前還承諾，從2012年到2022年，每年會額外向澳門大學多捐贈1000萬美元。如今永利澳門的後續捐贈會否受影響而中斷？澳門大學的研究項目又會否受到影響？趙維依舊回答含糊。我們澳門大學發展基金會，我們澳門大學對收到的捐款在使用上安排上有個計劃，我們現在還在按照那樣的計劃進行。澳大方面強調，永利的股東矛盾只是企業內部的事情，澳門大學發展基金會將繼續按照規章制度來運作。
咁啊呢筆捐款究竟點樣善用明細方面，大家好關心啦。當然校方方面都表示咧，只會即係只公佈該公佈的嚇。咁其實我哋喺個市民大眾嚟講，我哋希望一啲咧，即係就算係私人捐款咧，都比較上透明一啲。當然有一啲捐款人係唔希望咧，佢俾人知道佢捐款嘅。咁但係個用途咧，其實如果透明一啲咧，社會大眾會更加係會清楚啲，係亦都可以咁講咧，知道啲錢係會點用。咁但係我哋睇到喺個捐嘅過程裏邊，嗰個譬如有冇一啲係唔想係公開嘅咁，即係澳門大學講得好清楚啦，就應該要講咧，佢會講嘅咁。咁但係幾時我哋而家就即係成個社會大眾喺度等一等，睇下咧係我哋會唔會聽到進一步嘅資料？但係我哋始終係希望咧，我哋成個政府同埋成個社會喺呢啲嘅運作裏邊，如果透明咧，就會更加對我哋嘅社會咧嗰個嘅發展係有利嘅。希望呢筆嗰個捐款可以得到善用啦，亦都希望呢筆捐款可以得到一個承諾兌現承諾，同埋真正用到呢個學術方面嘅研究嚇，同埋令到大眾知道一個具體嗰個明細方面，我哋都可以有個知情權啦嚇。咁啊，多謝蘇老師今日光臨我哋嘅澳門萬象嚇，多謝各位今日收睇澳門萬象週末版嘅博彩議題啊！祝各位係週末愉快嘅，再會。澳門萬象由華發股份獨家特約播出。